各位街坊，各位老友記，今日一定要同大家講一件真係聽落都火滾嘅事。大家平時去飲茶，最鍾意同三五知己或者自己一個去搵張台，舒舒服服嘆下一盅兩件。尤其係喺沙田區，好多老人家日日朝早都去固定嗰幾間大酒樓報到。但係最近喺沙田一間好出名嘅酒樓入面，竟然出現咗一班專門恰老人家嘅搭台黨。呢班人真係無良到極點，出埋啲下三濫嘅陰招，見到老人家自己一個坐，就衝過去搭台，然後全程扮熟，最後竟然大模大樣咁將自己張單塞俾個阿婆，要個阿婆幫佢埋單。好在今次呢位當事人婆婆真係好精靈，一早睇穿呢個賤男嘅詭計，一招霸氣反擊，當場等個賤男面目全非，狼狽到要夾埋條尾走人。成件事被放上網之後，大批網民直情睇到眼火爆，紛紛怒轟呢啲呃錢黨。係咪當依家啲老人家全部都老人痴呆，咁樣嚟呃人錢，真係生仔無屎忽？話說事發當日，正正就係一個好平常嘅朝早，喺沙田一間飲早茶好旺場嘅酒樓入面，有一位已經76歲嘅張婆婆，好似平時咁，自己一個入去飲茶。張婆婆雖然已經76歲，但平時個人好精靈，耳聰目明，行路都有風。因為朝早酒樓真係好爆場，搭台基本上係香港飲茶嘅常態。張婆婆坐落一張4人台之後，冇幾耐就有一名望落大約40零歲，着得人模人樣嘅中年男人行埋嚟。呢個男人手上拿住份報紙，好有禮貌咁問張婆婆呢度有冇人坐。婆婆見大家都是街坊飲茶，咪好心話無人，等佢坐低咯。點知呢個男人坐低之後，就係成個騙局嘅開始。呢個40零歲嘅賤男一坐低，完全冇平時一般人搭台嘅隔閡，反而表現得非常之熱情。佢先係主動同張婆婆打招呼，話自己好耐冇見過婆婆，又問婆婆最近身體點啊，一開口就叫張婆婆做張姨。張婆婆當時心諗自己姓張就無錯，但係橫睇豎睇都唔認得呢個男人。不過老人家始終比較有禮貌，以為係自己年紀大，記性差，可能係以前住同座大廈嘅鄰居，或者係某個好耐冇見嘅遠房親戚嘅後輩，於是就順口應咗佢幾句。呢個賤男見張婆婆有反應，即刻變本加厲，開始天南地北咁吹水，由今日嘅天氣講到去超市嘅米價，再講到自己份工幾咁辛苦。期間佢仲好貼心咁幫張婆婆倒茶，又主動幫手攞點心，服侍到無微不至，直情好似張婆婆親生仔一樣咁孝順。如果係一般比較容易相信人嘅老人家，見到個後生仔咁熱情，咁關心自己，可能一早就放低咗戒備。但係張婆婆一邊飲茶，一邊越諗越唔對路。因為呢個男人雖然口若懸河，但每次講到具體嘅話題，例如問佢到底係邊個嘅仔，或者以前住邊層樓嘅時候，呢個賤男就會好巧妙咁由花園帶過，或者突然間轉移話題，話哎呀張姨你記性真係差啦，我邊個衰仔嚟㗎嘛。張婆婆當時表面上冇拆穿佢，但心入面已經留咗個心眼，覺得呢個人無事獻殷勤，非奸即盜。果然狐狸尾巴好快就露咗出嚟。呢個賤男自己叫咗成台點心，包括蝦餃、燒賣、鳳爪、排骨，仲要叫咗一碟好貴嘅鮮蝦腸粉，一個人狼吞虎咽咁食。食到咁上下，大概過咗大半個鐘，呢個男人突然間接咗個電話，然後神色慌張咁同張婆婆講，話自己公司有件好緊急嘅事要即刻返去處理。佢一邊講，一邊好自然咁將自己張點心卡搭埋喺張婆婆張點心卡上面，仲笑口細細咁同張婆婆講，張姨，我真係行得好急，既然大家咁有緣一齊飲茶，我呢張單你就順便幫我埋佢啦，我下次見到你再請返你飲茶，我走先啦。講完呢句，佢起手就想攞袋走人。大家聽下，呢個賤男真係無恥到一個點。兩個人非親非故，只係搭台坐咗唔夠1個鐘，佢竟然可以面皮厚到咁樣，當正老人家係開善堂，夾硬要人幫佢俾錢。呢啲擺明就係有預謀嘅搭台黨，專門揾單身嘅老人家下手，
利用老人家嘅善良同埋一時之間轉唔到彎嘅心理，用這種扮熟嘅招數嚟呃飯食。不過呢個賤男真係老鼠拉龜，揾錯對手。張婆婆雖然76歲，但絕對唔係可以隨便俾人恰嘅無知阿婆。一見到呢個賤男想出陰招屈埋單，張婆婆當場面色一沉，以極之驚人嘅手速，一巴掌將自己張點心卡搶返嚟，然後用成間酒樓都聽到嘅超級大喇叭聲浪，一掌拍落張台度，大聲喝道：喂，邊個係你張姨啊？我識你條毛咩？你由頭到尾喺度同我扮熟，依家仲想屈我幫你埋單？你叫咗成枱嘢食，自己想食霸王餐啊？大家快啲嚟睇下，呢度有個大男人呃老人家錢啊！張婆婆呢一下霸氣反擊，真係好似平地一聲雷咁，成間酒樓原本鬧哄哄嘅聲音即刻靜晒，全場幾百個茶客，仲有幾十個酒樓侍應嘅目光，一瞬間全部聚焦喺呢個賤男身上。呢個賤男發夢都冇諗過，眼前呢個望落慈祥嘅老人家，竟然會爆發出咁強大嘅戰鬥力，當場被嚇到面青唇白，呆立當場。酒樓嘅經理同幾名高大嘅傳菜男侍應聽到有人叫呃錢，即刻好緊張咁衝過嚟。經理連忙問張婆婆發生咩事，張婆婆指住個賤男，條理清晰，字字鏗鏘咁講：呢個人一入嚟就同我扮熟，又叫我張姨，又話認得我由頭到尾都唔識佢，佢自己叫咗成枱嘢食，依家話有急事要走，將點心卡菜俾我，叫我幫佢埋單。呢啲咁嘅人渣，你哋酒樓一定要報警拉佢，唔好俾佢走啊！周圍嘅茶客一聽完，個個都群情洶湧，紛紛指住個賤男大罵，真係不知所謂。年紀輕輕有手有腳，竟然去酒樓呃老人家飯錢，無恥！影衰晒我哋沙田街坊。經理，快啲鎖門報警，唔好俾呢個無賴走。呢個40零歲嘅賤男見到群情洶湧，知道自己今次踢到快生鐵，面子全無。佢塊面由青變紅，又由紅變紫，尷尬到恨不得揾條地罅轉入去。佢一邊低住頭，一邊慌慌張張咁由銀包入面抽出一張面額500蚊嘅大牛，扔落張台度，連找續都唔敢等，一邊口震震咁話：得啦得啦，我自己俾，使唔使搞到咁大啊？然後好似喪家之犬咁，在全場茶客嘅噓聲同埋指責聲之中，狼狽不堪咁衝出酒樓，連頭都唔敢回。張婆婆見到個賤男落荒而逃，冷笑咗一聲，好定神咁同經理講：經理，嗱，佢扔低咗500蚊，你扣返佢自己食嗰張單，剩返嘅錢唔使找俾佢，當係幫我張單埋佢，剩返嘅就當係俾你哋嘅茶錢。經理同埋周圍嘅街坊見到張婆婆贏得咁漂亮，仲要咁有大將之風，全場即刻響起熱烈嘅掌聲，個個都大讚婆婆精靈，直情係老人家嘅模範。呢件事後來被當日喺現場嘅一位生還茶客放上網，仲詳細描述咗成個過程。無幾耐，成個沙田區嘅社交群組直情好似炸開咗鑊咁，網民嘅留言好似雪片咁湧現，幾乎一面倒全部都係痛罵呢個搭台黨賤男，同時大讚張婆婆做得好。有網民就話呢個男人真係賤格到無人有手有腳唔去揾錢，走去酒樓呃阿婆。好彩個阿婆夠精靈，如果換着係我阿媽，平時耳仔軟又怕醜，一定會被佢帶到乖乖地幫佢俾錢。亦有網民憤怒咁指出，依家啲騙徒真係越嚟越無人性，當老人家全部都係失智痴呆，利用老人家的善良嚟揾食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因果報應好快到。亦有好多沙田嘅老街坊紛紛留言，話呢種搭台黨其實唔係第一次出現。有街坊爆料話，喺沙田市中心、大圍或者馬鞍山一帶嘅酒樓，其實一直都有一班固定嘅無業遊民或者騙徒，專門喺早茶或者下午茶時間出沒。佢哋嘅目標非常一致，就係嗰啲自己一個坐，行路比較慢，或者望落比較老實、好恰嘅老人家。呢班呃錢黨最經常用嘅招數，除咗今次呢種扮熟屈埋單之外，仲有幾種常見嘅陰招。
第一種就係執錯單。騙徒會故意坐喺老人家隔籬，然後將自己張點心卡同老人家張卡放得好近。等到老人家準備埋單嘅時候，佢哋就會借故起手，好似好自然咁拿錯老人家張卡去收銀處，然後將自己叫咗好多貴嘢食嘅點心卡留喺張台度。等到老人家發現張單多咗好多嘢食嘅時候，個騙徒一早已經埋咗張憑單走咗去，老人家一時間口同鼻拗，酒樓又已經出咗單。好多時老人家為咗息事寧人，或者費事同人嘈，最後都只能夠硬食，自己貼錢幫人埋單。第二種招數就更無良，叫做跌錢黨變種。騙徒會喺搭台嘅時候，故意喺老人家腳邊扔下幾十蚊或者100蚊，然後拍拍老人家話：老人家，你跌咗錢啊！當老人家好心條腰執錢嘅那一刻，騙徒就會用極快嘅手法偷走老人家擺喺茶台上面嘅銀包、手提電話或者係掛在凳背嘅手袋。老人家執完錢起反身，仲同人講多謝嘅時候，其實自己已經損失慘重。等去到埋單或者想攞電話嘅時候，先發現自己中咗招，到時個騙徒一早已經走得無影無蹤。所以話今次沙田張婆婆嘅霸氣反擊，不單止係幫自己出一口氣，更加係幫所有老人家打咗一劑強心針。但係從呢件事入面，我哋各位老友記真係要提高警覺。今時今日嘅社會，騙徒嘅手法層出不窮，而且專揀弱勢群體落手。老人家辛苦大半輩子，儲落少少長者生活津貼或者生果金，本來想開開心心飲個早茶，享受下晚年生活。如果因為呢啲無良騙徒而無端端損失金錢，仲要影響到心情，真係好唔值得。喺度，我要特別提醒所有老友記，平時去飲茶或者出街嘅時候，一定要記住以下幾點。首先，出外飲茶如果遇到有人搭台，無論對方表現得幾咁熱情，幾咁似熟人，只要你自己真心記唔起對方係邊個，就一定要保持警惕。千萬唔好因為面子問題而夾硬附和對方。如果對方叫你，你可以好似張婆婆咁，直接了當咁話：對唔住，我真係唔認得你，你係咪認錯人？直接切斷對方想套交情嘅機會。其次，自己將點心卡、銀包、手機等貴重物品，一定要隨身攜帶，或者擺喺自己視線範圍之內。千祈唔好將點心卡隨便擺喺茶台嘅中間，最好係用自己個茶杯或者點心籠壓住。總之要確保外人唔可以輕易接觸到或者調換到。如果好似張婆婆咁，遇到有人夾硬將張單塞俾你，或者借故離座想走，千祈唔好驚，亦唔好怕羞，要立刻大聲呼喚酒樓嘅侍應或者經理過嚟處理。你要記住，酒樓周圍都有咁多茶客，大家都是明理嘅人，只要你大聲講出個事實，大家一定會企喺你呢邊。騙徒最驚就係把事情搞大，最驚就係見光。只要你夠大聲、夠強硬，騙徒自然就會心虛落荒而逃。同時，我都想呼籲各位做後輩嘅年青人或者仔女，平時大家工作忙碌，可能未必可以日日陪爸爸媽媽或者爺爺嫲嫲去飲茶，但係我哋一定要多啲關心老人家，返到屋企不妨同佢哋分享下呢啲社會新聞，好似今次沙田酒樓呢件事咁，話俾佢哋聽依家出面有咩新嘅騙局。老人家收到呢啲資訊，自然就會多一分戒心。同時都要話俾老人家聽，萬一喺出面遇到咩事，千祈唔好因為驚做錯事或者驚俾仔女鬧而揀門騙。無論發生咩事，仔女永遠都係佢哋最強大嘅後盾。最後，我哋都要向沙田嗰間酒樓嘅經理、侍應以及當日所有幫口嘅街坊茶客點個讚。正因為大家有一份守望相助嘅精神，當見到老人家有困難或者被欺負嘅時候，無揀做冷眼旁觀嘅路人，反而係一齊企出嚟斥責騙徒，支持張婆婆，先可以令到呢個無良賤男得到應得嘅教訓，狼狽圖存。香港依家最需要嘅就係呢種正氣同埋街坊人情味。如果每個人見到不義之事都可以大膽出聲，呢啲呃錢黨自然就無生存嘅空間。各位老友記，大家聽完今次張婆婆嘅奇遇，下次去飲茶嘅時候，係咪都多咗一份智慧同勇氣呢？記住啦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
防人之心不可無。平時飲茶最緊要開開心心，平平安安。祝各位老友記日日都精靈過人，身體健康，餐餐飲茶都食得舒舒服服。